接下来是同心之分，同心之分其实是伊也池春生的一个作品哦，写伊恋爱的一个故事，伊拄到总退某一个世界，伊村庄的员工哦，按过呢伊上到过奖那迄个一个笑容哦，个牙齿过整齐，我上到伊啊念要做8块，指甲打到伊啊心慌哦，写神通，人来讲一见钟情的嗰种感觉哦。啊，后来呢，伊就开始慢慢的接近遐个小妹嘢，最先毋伫伊啊命，后来那伫吼，伊嘛相相中哦。遐个事情对伊来讲，可以大个一个打击。伊讲，伊形容讲，像细人诶，本人抢到伊最心爱个玩具熊样哦。佢想起天来风大战讲，俺无爱，俺无爱，俺无爱。俺姑无办法，遐个事情就会一个先知吧，先知神法就会安尼，无遐个恐相的事情，无本人给结束哦，因为面咯，系伊个过保守的地方，别个地方复杂可以结束遐个恐相的一个婚姻哦，按过前面咯无办法。按钟生龙伊有迄一个过好面子嘅人哦，伊虽然可以种咖啡，看起来过像过开放，按过对遐个婚姻、倾向遐个事情，伊无办法接受，伊认到遐个系一个下水卡出嘅一个事情，故所以伊反对。毋免讲总台某一个身份，伊系员工，按总理府系有钱人，生人诶，毋免哦，迄伊也。命诶当方诶几只事相重哦，也个当然描述当时嘅一个同性嘅恋爱，按样诶办法，按样诶做哦之后离开家乡，等到现在归来嘅世界，一个事情和你本人来谈论，讲言系牛子，讲生人诶系牛子。爸爸系牛公，妈妈系牛母，故所以你规家人全部系牛诶，系畜生啊！马爷毋免认，因为伊出版的当时伊个经济哦，做毋得共享婚姻，迄个做毋得的。故所以呢，家庭会有发生乜个事情，全部系毋能错。像总理府不平诶啊，毋能共享结婚。啊，生人诶不平诶，是迄个嘛，迄毋能共享结婚诶故事那个关系咯。故所以即使遐个总统咪过迄个一个朋友，伊也是妹朋友，本上讲好爱来伊也有卡来适当做，按两个人来去听来准备爱来招待人客，原本上就无钱，按样个招待哦，故所以呢，台妹呢就去餐内底边炒东西，看下有乜个可以做诶，有鸡春啊，炒到两粒鸡春，还有那个枣嘅用诶。啊，想办法做诶贵族嘅菜，而来等伊啊朋友来吃饭。无想到呢，左等右等来等去，等到无人来，伊啊朋友呢，要答应讲要来下，又无来向下吃饭。遐个事情对总团妹来讲，又是一个打击。无想到也沿共享结婚的事情，都竟和无本人来结束哦。他家人毋敢来演鸦片。我本人啦，讲伊迄本人受到诅咒嘅一家人哦，你倾向就系做毋得违反天条嘅事情穷样哦。按古总理府无认为遐个系毋错，遐个系他家人观念无改变。伊故所以以为情报之后，倾向结婚的事情，本总统咪让本总统咪谈，毋免做毋得，迄鸦片的人还贴保守哦。